以下係呈分之黃金牌讀寫手冊嘅本書特色。本書一套3冊，提供全面嘅已讀學寫方案，無論係老師課堂教學或者學生自主學習都非常適用。本書配合新課程，閱讀篇章題材豐富，主題多元，涵蓋生活、常識、文化等等嘅主題，幫助學生廣泛閱讀，積累更多寫作素材。此外，本書針對校內試、公開試嘅常考題型以及學生嘅讀寫難點編寫而成，提供大量快速高效嘅提分技巧，真正幫助學生解決唔識寫、冇嘢寫同埋寫唔好嘅讀寫難題。第一冊特設基礎單元，分別教授學生閱讀同寫作嘅基礎知識，幫助初學者快速入門。而第3冊則設有 Hong Kong AT 寫作題型分析，循序漸進，更幫助學生提高應試能力。3冊書會重複教導常用嘅12個閱讀策略同寫作方法，實現螺旋式教學，讓學生學識舉一反三，解決唔同嘅讀寫難題，以形成全面嘅讀寫知識體系。此外，本書仲會通過6個步驟引導學生掌握讀寫要訣。第一步係讀篇章，每課以閱讀篇章作引入，讓學生透過閱讀篇章完成快速測試，以檢測學生對閱讀難點嘅掌握情況。篇章旁邊注明文體、字數同閱讀時間，方便學生提升閱讀速度。仲設有側欄提供字詞解釋及閱譜對照，此外仲有讀寫小百科，提供課外增值知識等等。本書嘅各類拓展支援充足。第2步係學策略，呢一部分主要講解學生喺閱讀上出現嘅難點，有針對性咁教授對應嘅題目及解決策略，並設有記憶公式同測試擂台，幫助學生鞏固所學。第3步係積詞句，學生可以通過記憶閱讀篇章當中嘅詞語及句式，為寫作積累更多好詞好句。第4步係理結構，通過清晰嘅腦圖梳理閱讀篇章結構，讓學生了解唔同嘅文章結構，學習寫作時如何更好咁佈局全文。第5步係學寫法，以闖關嘅形式引導學生拆解文章並學習相關寫作方法。第6步係賞範文，本書為學生提供優秀範文及點評，讓學生進一步熟悉詞句同寫作方法等等嘅運用。仲設有提提你小欄目，提醒學生寫作唔同文體嘅重點同注意事項。隨書附送電子版《我的筆記簿》，包括課堂筆記、寫作工作紙、詞語及句式筆記，可自行下載使用。呈分之黃金牌讀寫手冊將帶你輕鬆闖過讀寫難關。